司法警察局局長黃少澤表示，近年外來流動人口不斷增加，亦衍生咗唔少治安問題，建議設立出租屋登記制度，認為可以有效掌握流動人口嘅資料，提供更多線索，維護社會治安。去做咁樣嘅一種管理呢？司法警察局局長黃少澤表示，澳門作為旅遊城市，加上社會不斷發展，流動人口亦不斷增加。根據經驗，唔少外來罪犯到本澳犯案都會短租單位作暫住，當中亦涉及搶劫、吸毒、販毒以及賣淫等案件。建議設立出租屋登記制度，登記屋主以及租住人士嘅資料，令警方可以更有效掌握外來流動人口資料，提供更多偵查線索。因為而家睇嚟，即係好多搶劫、盜竊呢，詐騙都係外地人，唔係本地人。咁呢啲人呢，佢唔會去住酒店嘅。你去酒店都揾唔到，唔係揾唔到佢哋。咁你如果透過咁樣嘅制度呢，你可以掌握佢哋嘅動態。咁樣，咁譬如講去邊個區活躍嘅人，咁我哋透過一啲調查呢，去掌握佢哋嘅一啲蛛絲馬跡啊。咁呢個係或者俾警方多一種選擇，多一條線索。但黃少澤強調，由於有關制度需要立法處理，當中涉及私隱保護以及衡量市民嘅接受程度，所以暫時只係作出有關建議，仍需要考慮同諮詢。